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Neo，一個將讀書研究到好似開外掛嘅學霸姐姐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點樣避免陷入 AI 學習幻覺，真正將 AI 變成你嘅學習利器，而唔係思維枷鎖。你哋係咪成日覺得自己用 AI 讀書好叻，輸入個題目，等佢出答案，然後複製貼上去，就以為搞掂晒？停一停啦！你唔係用緊 AI， 你係將大腦交俾一部會講嘢但唔識思考嘅工具代跑。成日見啲同學攞 AI 當許願池，求佢幫手寫好一份完美功課，點知交上去，俾老師一問即刻穿煲。呢一種 AI 學習幻覺真係要醒下啦！好多同學以為 AI 係全自動提款機，俾個指令就出答案。但現實係你越唔用腦，等人餵，思維肌肉就萎縮得越快。用 AI 抄嘢就好似去健身，只係坐按摩椅，感覺爽，但零增長。AI 唔係偷懶神器，佢只係負責切菜、洗菜嘅副廚師。真正掌握控制火候嘅大廚，永遠係你自己。記住口訣：外包執行，攞回思考。正確玩法係用蘇格拉底式提問同檢索練習嚟驅動 AI。下次溫書唔好再叫 AI 幫我總結，試下貼呢段提示詞。你而家扮演嚴格導師，我學緊課題，請唔好直接俾答案。透過追問點解同點樣應用，逐步測試我。如果我錯，只俾提示，逼我推演。請出第一題。記住，指令一定要加埋具體情景同考核標準，咁先至唔會出到堆廢話。點解要用蘇格拉底提問？因為淺層知識只會製造錯覺，真正嘅掌握來自深層淺問。AI 唔識代替你諗，但識得逼你諗。當你俾明確嘅教學目標佢就會生成針對性嘅變體練習，解決你平時揀唔到合適題目嘅痛點。你唔係被動接收資訊，你係主動同 AI 打網球，每一下都係逼自己動腦。呢一種認知減負唔係偷懶，反而可以騰出寶貴努力，專注喺高層邏輯、思考同埋獨立觀點上邊。習慣呢套玩法，你會發現自己唔會再怕考試。你識得分辨 AI、幻覺同真知識。喺 AI 時代，降維打擊唔係你識幾多指令，而係你識得用 AI 放大深度思考。記住呢句金句：AI 可以幫你慳時間，但永遠都代替唔到你用腦思考。聰明人用 AI 掃走學習障礙，懶人就靠 AI 自我催眠。今晚溫書，試下將 AI 由代筆變魔鬼教練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高效率嘅學習方法或者工具，成為一個識讀書嘅學生，記得關注或者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